我的神，我活着要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赞美你，在你闪烁中真耀，我要得见你的荣耀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。眼里思想你，我的嘴唇还要赞美你，我渴向你呕出一生都荣耀你，我活着要称颂你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赞美你，赐下信心，生命经历你神迹，高举我双手敬拜你，是我的见你能力，毫无保留单单荣耀你，我活着要称颂你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赞美你，赐下信心，生命经历你神迹，高举我双手敬拜你，荣耀终日你神语，我愿跟随，一生活出你旨意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5章13到21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。第13节，我写这些给你们，要你们知道，你们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，因为我们确实知道，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，他都会垂听。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，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，他一定赐给我们。第16节，若有人看见弟兄或姐妹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他应该向上帝祈求，上帝会赐生命给他们。这是指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说的，但是有些罪会导致死亡，我认为你们不必为这些罪祈求。一切不义的行为都是罪，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第18节，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，使那邪恶者不能加害于他。我们知道，虽然全世界都处在那邪恶者的辖制下，我们仍然属于上帝。第20节，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，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，好使我们认识真神。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，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，他就是真神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第21节，孩子们，你们要远避假神。在一开始的13节以及后面的20节当中，约翰就明确地告诉大家，我写这些给你们，要你们知道，你们信奉上帝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，以及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，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，他就是真神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将约翰1书到3书都读完，我们就会发现约翰就像是一位信仰中的长者一样，他教导叮咛嘱咐亚细亚地区的信徒与教会要如何坚定自己的信仰。如刚刚所说的，他希望信徒们能够知道他们因着相信神而有永恒的生命。这边的知道在原文中的意思不仅仅只是了解这件事情而已，而是要确定有明白的认知，自己在基督里的生命已不再和以前一样，我们已经拥有神儿女的身份，并且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。然而，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一个结尾，只是一个开端。接下来约翰说到，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，他都会垂听。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，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，他一定赐给我们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，读到这边的第一个想法是，哇，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一定会赐给我们耶。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把经文看过一遍，我们就会看到约翰有讲了一个但书是照着他的旨意求的，也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的。耶稣在被捕钉十字架之前，在橄榄山上祷告，那个时候耶稣的祷告是，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在耶稣知道自己即将面临审判，即将要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的祷告仍然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的。我们在这时候可以一起来思考看看，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先求神的旨意呢？还是我们只是用自己的眼光，却没有看见神有更美好的安排，或是更好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？然后约翰在16节当中提到如何为弟兄姐妹祷告，并且延续他开头所说的，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，能够认识真神。纵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中有许多使我们远离神的偶像或是假神，也会在属世的事物上迷失，但是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的身份。我们就像是拥有一张天国的身份证，不论这张身份证是否损毁、遗失，都无法改变我们身为神儿女的身份这个事实。因此，约翰在这段经文的结尾，并不是要求信徒用更多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仰，而是重申一个重点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，并且拥有永恒的生命。这份确信会影响我们怎么祷告，怎么为弟兄姐妹代求，怎么看待自己的信仰，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各样价值与诱惑的世界中，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属于神的生命。信仰不是靠我们的表现来维持我们的身份，而是一个已经被确立，然后被神所应许的事实。然后在约翰最后提醒我们要远避偶像，真是呼召这些信徒在知道自己属神的前提下，能够持守真实且永恒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要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使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长大成人，并且确信自己身为神儿女的身份。在这个纷扰混乱的世界中，你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确据，这份确据是真实的，是永恒不变的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仍然会有许多软弱跌倒的时刻，使我们在这个身份中迷失，或是遗忘自己宝贵的身份。求你的光能够时时照亮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使我们纵使迷失，也能够找到回家的路。也求你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，在我们生命漫漫的长路当中，更多寻求主你的旨意，因为你的道路与旨意比我们更好。在那些看不见盼望的时刻，求你赐给我们勇气，让我们能一步一步的走在你的道路上，一生不偏离。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的嘴唇还要赞美你，我更想你留住，一生都荣耀你，我活着要承受你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赞美你，赐下信心，生
我只要承受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赞美你。赐下星星，证明经历你是真意，高举我双手敬拜你，荣耀中与你相遇。我愿跟随，一生活出你旨意。我愿跟随，一生活出你旨意。我愿跟随，一生活出你旨